再来看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早起开记者会，宣布竞选团队。执行长是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。金溥聪是讲哦，这场选战真歹拍，也毋过伊愿意帮助侯友宜来拍赢选战。民进党立委林俊宪是认为讲，这显示讲国民党的目标已经对选赢，真正甲基本盘保掉的就好咯。有意，侯友宜，当选。手牵手发动选，展现团结气势。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要伫7月7日正式对外，特别早起公布第一波重要人士，由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溥聪出任执行长，负责选举方向。执行长负责选举的方向、策略、规划、执行，并统合所有的战力，也是带着这个团队往前走。最重要的一个步骤跟方向，这场仗是非常艰苦的仗，但是我愿意尽我个人的力量来帮侯市长打赢这场仗，因为这场仗不是为了侯市长，是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跟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侯市长现在其实是一个模糊的一个形象，我的责任现在开始就让人家认识侯市长。另外，前行政院副院长杜志军要担任国情顾问团召集人，组织召集人是国民党立院党团总调陈明忠，副召集人分别是前立委林凤仪、前台南市议员谢龙介。金溥聪操刀救选前，啊毋过民进党立委林俊宪认为，这表示国民党的目标为胜选加做活落去，要保住深蓝基本盘。他的竞选目标必须有所改变了。由要当选转变为求活下去，也就是不能崩盘，不能变为老三，所以就请金小刀来诉求蓝营的基本盘。针对外界好奇未来金溥聪甲党主席朱立伦任务要如何分工呢？金溥聪表示，不管是总教练或者是执行长，竞选办公室只有强力提供资源，让球队跑好赢得胜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